仔家己的梅山随风川伫顶个月27，因为高压电线断去，那造成当地失电，电线落来时嘛，害地方烧起来。有遮侪地区是火是即烧甲拢冷去。即马地龙是要甲台电讨赔偿，本地台电是讲这是天然灾害，无法度赔。落尾佫讲会当赔，无赔几千块啊。即马台电是引起争议，台电赶紧出面回释的，讲会去含地龙参详赔偿。高压的电缆线落落地园内底，是下过几啊股，了后就随导火。家己梅山瑞丰村这个地园，4月27因为台电高压电缆线断去，落伫地园的引起火灾。一个姓郑种地农民，因牵手迄当阵当咧板地，看到这个情形是惊一跳，佮较烦恼，若去电着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天然灾害，台电无法度甲咱赔呢。到尾出来讲若赔是几千块，几千块都免啊，我甚至都超过了几啊呢。你讲这种或者天然灾害头可怜，你的平原疏忽，袂使怪有。留落来这条电缆差不多70米长，规片的地园烧甲打烂，甚至死去。初步估计3年无法度采收。或种地农民佫较生气的是，台电竟然下提讲是天灾袂当赔，后来佫讲结果赔几啊千块，这根本就无法度弥补伊的损失。针对这点，台电自嘛赶紧出面回释的。案发后由所长联系茶园承租人说明致歉，造成茶室枯萎死亡，影响茶叶收成。那本公司将办理赔偿，今日已经在联系用户洽谈后续赔偿事宜。台电讲，迄天中昼11点左右发生柜线跳起的事故，巡查了后发现是高压电缆线断去，才会造成失电的事故。处理差不多1点钟了后恢复供电，除了家用户回息的以外，嘛答应会联络这个种地的农民讨论后续赔偿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